现在中西医合并治疗已经成为一种趋势，不过真侪患者却唔敢甲西医讲有咧食中药，惊被医生念。当然，有咧看中医的时，嘛拢唔敢讲有咧看西医，所以有当时会造成中西医拢开共性一个药啊。基美学中心就表示，有一位86岁阿伯，2礼拜自费煮一班循利宁保健，佮食活血中药粉，煞发生昏倒、跋倒几啊摆。银发族的朋友，如果正在服用中药或西药的时候，一定要明确的告知你的医师，你正在服用的药物是属于治疗降血压还是降血糖的药物。尤其如果有服用抗凝血剂的朋友，一定要特别告诉你的中医师或西医师，因为有可能你生活上出现一些小状况，比如说头有点晕，或者是说走路不太不稳而跌倒，或是你的排便形态有改变，这可能都是一些跟你疾病的发展有关系，或是因为药物服用之后所产生的现象，这些都必须让你的医师知道，他们才会做最好的药物的调整，这样才能保障大家的安全。药师除了提醒看医生时，需要让医生知影，佮有咧食什么款的药物，或者是保健食品。同时嘛，进一步提醒食中西医药的时间上好分开，至少1点钟以上，才会当避免药物的交互作用。尤其老大人更一定要特别注意。台湾新闻，军事何琼芳采访报道。